随虔诚的听众，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就是已经解释甲正文第29页，已经解释甲正文第29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释甲第2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释甲第2节。就是解说甲善知识及忏悔意，以善知识发四方誓愿，各是用心静听。即马应该呢，爱来说来解说下面。下面就是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自性法门无尽誓愿学，自性无上佛道誓愿成。这就是咱通常所讲的四方誓愿。但是咱通常所讲的四方誓愿，在文字上有小可无共款。咱一般的四方誓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中间呢，就是减一个自心甲自性。当其时烦恼是无尽，法门是无量，在这个所在呢，在众生甲烦恼的上面加一个自心；在法门甲佛道的上面呢，加一个自性。而且烦恼无尽呢，则是写烦恼无边；也法门无量呢，变成法门无尽。过来就是佛道无上誓愿成，则是变成无上佛道誓愿成。在文字上呢，就是有这个不同。而且在众生无边誓愿度的上面加一个自心就是说明讲，这个众生呢是自心中的众生。烦恼也是自心中的烦恼，法门面顶加一个自性，这就是说明了自性中的法门。在无上佛道的面顶加一个自性，也是说明讲佛道也是属于自性中的佛道。所以慧能大师伊教咱发四方誓愿，也甲经典内底教咱发四方誓愿的方法有所不同。现在是呢，咱就一段一段来说明。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咱即马先来讲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边，就是讲众生呢是无量无边啦。什么是众生？咱人嘛是众生，天上的天人嘛是属于众生啦。在三恶道中，遐个地狱五鬼畜生伫咧受苦的，伊也是共款呢，都是属于众生。所以，这个众生伊的种类，可以讲就是六道中伫咧受生死轮回的这有情识的，拢就是叫做讲众生。但这个众生若是依照咱佛法讲起来，佛以外，菩萨、声闻、缘觉，我那是该叫做讲是众生。不过声闻、缘觉、菩萨，因呢是降恶众生，
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这呢就是属于迷惘的众生，有安尼分别。安尼讲起来，这个众生伊的数目非常的多，所以众生呢是无一个边。咱呢毋免讲甲整个的空间内底，整个的世界众生，咱单单敢若讲这个地球内众生就好。在这个地球，咱这粒地球，这是一个小世界的四大部洲其中南赡部洲的一个小部分。那这个小部分的一个空间内底，敢若咱人呢，少啊，有差不多40-50亿，人的人口40-50亿。也除非咱人踮在地球上以外，搁再有真正侪畜生道的众生、动物之类，非常的多。你看，敢若迄狗遐都好，迄个一个狗遐兽内底啊，是米偌济狗遐伫咧。安尼，咱来去甲想对，可以知影讲，到底这个众生是偌济啊？众生呢，无边。这个边呢，就是一个界限。物件，比如讲，咱一块岛啊，有一块岛的边；一间厝，一间厝的边啦。凡是有空间的，一定有一个边伫咧。就是讲，这是这边的界限，那么超过这就毋是这个界限啦，有迄个边伫咧。所以边呢，这是个界限。众生啊，坐到无法度好来甲伊讲，到底众生是偌济，就是讲无一个边。但众生呢，虽然是遮尔诚济，法愿呢，来甲伊度，这名叫做众生无边誓愿度。所以咱一般伫咧讲众生无边誓愿度，乃是伫咧度以咱为对立，就是讲外面的众生咱要度人。或者是讲度三恶道中的众生，这呢，拢是度咱的心外众生。心外众生就是有形上可看，有无量无边遐尼诚济。法愿呢，要来甲伊度尽。六祖慧能大师，所以叫做讲做度众生啊。甲咱一般所讲的不同者，伊所讲的众生是自心的众生。那这个自心的众生呢，有两种的意思。那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呢，是其中的一种。这咱看一遍呢，就可以了解。这两种意思是啥物？就是讲众生是无量无边，无毋对啦。但是呢，这个众生啊，拢都是咱自己心中的众生。当然，这所谓叫做自己心中的众生，诶，咱自己的心，这呢，就是咧指自性，也就是伫咧指咱众生的佛性。这个众生的佛性这就是一个真理。也就是一个宇宙万有的本体。众生呢，虽然是讲无量无边，但呢，却是在咱的自性心中，无离开咱的自性心。所以呢，就是要来度咱自性心中的所有一切众生，这就是自心众生的一种解说。那意思就是讲，咱本身，咱的心，这是广大无边啦。咱的心是包太虚，周遍形沙法界。一切众生就是在太虚空内底，在这个法界内，也就是在咱的心内范围。众生无论偌济呢，无离开咱的心外，
无跳出咱的心外，在咱心内众生呢，咱要来甲伊度，虽然是无量无边要甲伊度，这是自心众生的一种的解说。但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众生啊，还有一种讲法，这个众生就是来自邪迷心啦、狂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等，这呢名叫做自心的众生。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自心的众生啊，就是在指咱内心中一只邪迷、狂妄等等。那咱自心中有真正这个这毋好的心，这个毋好的心来解叫做讲做无边。那咱来解说下面迄个所在，咱再来解说。事实上，咱的众生，咱的妄念啊，可以讲就是无量无边啊。敢若一日内底，咱打偌一妄想。免讲一日，敢若一点钟内底，咱打偌一妄想；也免讲一点钟、一分钟打偌一妄想。莫讲一分钟，敢若一秒钟是打偌一妄想。这啊，只有咱伫咧用功的人，确实咱有伫咧回光返照，将迄个心静落来的人，咱才会当知。甲人讲一般无伫用功修行。本来就是妄想纷飞，伊家己妄想打到倒去，根本伊家己都袂当好了解。当然更加无法度好来体会，啥物叫做讲做自心众生是无边啦。所以若是约慧能大师下面这个解说呢，就是讲在咱的自心中有真正这妄想烦恼心，这个妄想烦恼心嘛，无量无边啦。咱发誓愿来甲伊度，就是讲自己啊，爱去掉了自心中一只无量无边的烦恼心，这就是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的意思。过来就是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在咱平常时阵。众生无边誓愿度，说来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若是约咱平常伫咧解说即个烦恼无尽誓愿断啦，就是讲即个烦恼呢，这是无穷无尽啦。无穷无尽的烦恼，必须发誓愿来甲伊断。若要来断烦恼呢，就变成两方面的代志。一方面就是讲咱本身。发心要来度众生，但是要度众生进前啊，必须呢先断家己自己的烦恼。先断家己自己的烦恼，就是讲自己先度啦。自己度了呢，接来去啊断众生的烦恼。无论是咱的烦恼，无论是众生的烦恼，这一切的烦恼呢，可以讲就是袂当好算计遐尼济。这个烦恼就是不善心、恶毒心等等。伫遮呢，慧能大师所讲也是属于自心的烦恼。咱自心内底这个不善心、恶毒心等等，这个可以讲就是无边啦。袂当好算计遐尼真济的迄个烦恼心、恶毒心等等。拢是啊，将咱的内心一直生出来，这呢应该来甲断掉，所以叫做讲做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第三就是自性法门无尽誓愿合。咱平常时阵就是在讲法门无量誓愿合，这个法门者就是啥？就是佛法。这个佛法有啥物叫做讲文呢？这个文呢，就是灵通的意思。比如讲，
一间厝一定有迄个门才会当好从门外入去到门内从迄个门内出来门外。甲恁讲起一间厝，若无留门，结果呢袂通袂当入去内底也袂当互出来。也即个佛法来解叫做讲做门是啥物意思呢？就是讲佛法呢，是将咱凡夫地要通于圣人，通于佛地的门啦。我再讲一个较白话，就是讲咱若是依照佛法来去修，就有一个门，咱会当好从凡夫的即个地步，会当好到达圣人的地位去。所以名叫做讲做法门。这个法门就是佛法。这个佛法呢是非常的济，所以名叫做讲做法门无尽。但是咱平常就是讲做法门无量，法门无量必须爱习惯来甲学习。为什么有遮尼真济法门呢？法门这是为着咱众生所施设。因为咱众生的根基各别不同，众生的烦恼呢千差万别，为着要来应付咱各别的根基，为着要来应付千差万别的众生的烦恼，所以世尊就讲了无量无边的法门。即咱摕一个譬如呢，就像讲。人有种种不同的病所以在迄个药房的所在，就要放各种不同的药那有即个药物伫迄个所在就要搁再会晓变化。那要咱中药讲起来倒一项药南倒一项药安尼夹到了一条药这是要食什么病所以安尼就是变化无穷啦。我相信安尼来解说，咱真正容易了解。法门所以有较济呢，拢就是为着要对治咱众生的烦恼种种的个别不同的根性。但咱平常时阵所伫咧学的法门乃是伫咧学习在三藏十二部经内底所记载，就是讲在文字上所记载迄个法门，那这是属于外在的的。六祖慧能大师教咱学法门呢，就毋是外在的法门，乃是属于自性的法门。所以叫做讲做自性的法门呢，就是讲真理是居住在这个自性中。真理呢，应该毋是在外面。那在咱这个自性中呢，有无尽藏的真理伫这个所在，必须呢向内底来去学习，毋是向外去学。这呢就名叫做讲做自性法门无尽誓愿学。应该这个真理是居住在咱的自性心。那经典的文字这只是记载真理的一个文字语啦。所以咱有伫咧讲做经典一种飘越字。这个飘越字意思就是讲，这个经典呢，乃是一种的真理的迄个飘示。像讲咱暗时出去到外面，毋知讲月伫倒位人就用镜头甲咱记讲月伫遐你所无看。咱若会晓看的人，应该就是对迄个人的镜头记去迄个所在，甲过去找迄个月。所以迄个镜头就变成一种的记迄个月的一个镜头语义啦。咱顺着迄个方向来去找迄个月。月毋是伫镜头遐。伊若是袂晓的人呢，可能家己看迄个镜头就是月啦，安尼就是毋对。六祖慧能大师的意思是共款，就是讲这个经典的文字，这只是一种的记载真理的物件，记载佛法的物件。佛法应该是在咱自性心中，
所以应该向自性心中来去追求佛法才会使，毋是向外面来去追求。比如讲咱伫咧讲即个空啦，那讲即个空即个空字就是讲咱啥物物件都无，叫做讲做空，或者是叫做无常演变，叫做空，或者是无实体名，叫做讲空。安尼来去甲显示即个空，那即个空就是一个真理咯。咱即马将即个语言文字上面，咱爱确实来去体会迄个空。你是毋是有体会呢？就是在迄个表现上会当好甲伊经验出来。假如讲咱若是将佛法中来去确实有体验到空，也安尼呢，心就无跨界。心无跨界，拄着失意的时阵呢，伊绝对袂感觉痛苦。比如讲，若有了解空的人，伊出去做生意，虽然是讲去了足侪钱转来，但是呢，伊内心袂感觉痛苦，因为了解一切拢是空嘛。那假如讲只有在喙伫咧讲空，也心肝底不空，只要你小可不如意啦，内心呢就生起烦恼来。从这个所在就可以分出讲，到底你这个法文是向外去学习，或者是向内去追求。应该就是向内去追求，毋是向外去学习。所以在过去我也常常提出一个新产禅师的故事来做参考。我想讲，在这个所在无妨呢，搁再提出来说明。新产禅师是一位真正有慧根的一位禅师。伊的师父导伊了后呢，讲我也无啥好教你，我送你去参学。咱过去搁做讲参学，就是讲去大庄里面所在去参禅啦。迄当阵新产禅师搁是一个真少岁的小沙弥。即马去参学3年转来，迄当时阵新产禅师的师父真欢喜咯，讲我这个徒弟已经去学3年转来，一定是学足侪佛法啦。就问啦，讲新产啦。你去学3年，你去学到啥物转来？新产禅师甲讲，我啥物都无学转来。迄当阵师呢，非常的生气我呢，互你去学3年，你啥物都无学转来。事实上，这个新产禅师所以叫做讲说啥物都无学转来，伊就是有了解空无我的道理，用迄个空无我的道理，用迄个不可得。无所得的意义来讲，啥物都无学转来。但是新产禅师因师无了解这个道理，讲好，无采我互你出去3年去读甲啥物都无学转来。要哪呢？你原来搁再去做其他的这初档的工课，结果呢，原来是共款啦，搁派去扫刀骹啦、煮饭啦、等等啦，该做洗脚等。那这个新产禅师因师父呢，原来是真正有道心，真正用功。但是伊无啥了解心地法文所以每一个拢伫咧看《金刚经》。事实上，在《金刚经》内底已经讲起真清楚，一切是无所得。新产禅师是根据这来甲因师讲，我啥物都无学转来，因师确实袂当了解。所以这新产禅师呢，想讲要如何来当好来启示因师父呢？那有一天这个新产禅师看到因师父伫遐伫咧念金刚经，过去咱的窗仔门拢是用过迄款的纸去固的一个窗仔门。窗仔门呢，因师父因为天气可能热的款窗仔门拍一边开啦，一边关咧。一只雨神伫遐转咧，转袂出去。奇怪讲边仔都有拍开的所在，伊毋过对迄个窗仔门的纸的所在伫咧转。当时阵，这个新产禅师就该启示啦，空门不轻出，雕窗也太气。必然传国子，何日出条死？就是讲咧，空空的门你毋对啊出去，你讲伫咧窗仔门伫咧转，实在是真戆迄实在是咧讲迄个好神。
第三句、第四句就是讲伊师父啦。嘛必然传古旨，何日出头时？就是讲几百年都伫咧装迄个纸，就是讲因师父啦，敢若伫咧看咧《金刚经》，但是无了解迄个理，也哪安尼呢？甲倒一天会当出头天啊？就是无出头天的一日。所以参考即款的公案，应该就是讲，因师父实在像咱真正认真伫咧用功。但是因师伫咧用功呢，乃是用在外表的伊就是咧看迄个《金刚经》的文字，只有着在迄个文字的上面无进一步来了解着空的道理。也新产禅师本身，因为伊是经过禅堂出来啦，伊就是确确实实有了解着迄个空的意义。那是毋是自性的法门呢？从这个所在应该。咱有一个了解，六祖慧能大师就是爱咱呢学自性心中的法门，这个自性心中的法门也是无穷无尽啦。但是呢，必须爱发誓愿的去甲学习。为什么都要发誓愿学习呢？因为咱学佛修行，不但是讲咱自己修，要搁度别人，要搁度别人。迄个时阵众生的根性各别不同，众生的烦恼各自差别。假如咱若是无学习真正济的法门，就是讲咱本身对佛法真理无有真正把握，无真正清洁你可能无法度去度别人。你应付袂了，你无法度度的。所以咱必须呢来学习了无量无尽的法门，就是这个意思。注意听先听讲。咱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诸位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